我覺得大家嚟到呢個空間，嚟到 Party Room 呢個地方係開心，可以擺低你一啲平日工作嘅煩惱，咁真係純開心咁過一個晚上。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想俾到人 Party Room 嘅感覺。大家好，我係 GoGo Party 嘅創辦人，我叫 Raymond。其實我以前都係個打工仔，我以前都係做零售嘅。點解我當初會想開 Party Room 咧？其實我開 Party Room 都係啱啱通關嘅時候去開嘅。咁我亦都睇準嗰陣時，啱啱好香港人好需要娛樂啊，因為大家都韞住咗好耐都冇成班朋友出嚟玩過。而啱啱好嗰陣時疫情完咗，我就覺得香港人需要呢個娛樂空間，咁所以我就貿然就去咗開 Party Room。當初嘅時候我淨係開咗一間嘅啫，第一間開嘅時候我喺尖沙咀開始嘅。尖沙咀嘅租金咧就係貴啲，咁但係相對嚟講，可能個惡性競爭會比較少啦。咁我可以做翻一啲質素比較好少少嘅 Party Room， 係啦，喺更加方便嘅地區，咁令到其他人更加容易認識到我嘅地方。由啱啱開頭開始 start up 嘅時候就有擺心機，有揼成本去設計好 Party Room 呢個地方。尤其係其實客人最着重嘅就係個地方係咪乾淨企理啦，跟住嗰個舒適度夠唔夠啦，裝修亦都唔希望啲客人唔希望係求其或者好隨便。咁我覺得我自己如果做好呢個質素嘅話，我可以留到我自己啲客，令到啲客人中意嚟我嗰度嘅話咧，呢個就係我嘅優勢咯。即係自己都試過去過好多唔同 Party Room 玩，咁我更加覺得自己知道啲客人想要啲乜嘢，係啦，個空間夠大，想唱 K 音響夠靚，係啦，要坐得舒服，係啦，咁夠多嘢玩，有得打牌，可能有得掉標，係啦，篤波，咁有唔同嘅嘢，咁我覺得我知道嗰啲客人要啲乜嘢，我就盡量諗方法點樣提供俾佢哋啦。我哋6間鋪都有唔同嘅 style。即係可能有啲可能日係啲會多啲 young 啲嘅客人會 book， 咁可能有一啲比較有一間叫富豪派對嘅，咁可能個風格就比較一啲舊派嘅會所式，咁啊可能會有啲中等嘅年齡層會去 book 啦，咁亦都有啲復古嘅港式嘅懷舊嘅派對房間，咁亦都可能有啲公公婆婆甚至一啲老人院都會 book 我哋嘅 Party Room 去玩，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可以概括到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滿足到佢哋需要咯。其實每一間咧開頭 start up 嘅時候咧，都即係用好多時間去諗點樣設計，或者去就住我嗰個空間點樣去利用。係啱啱好符合到客人嘅需求，亦都覺得舒服，個空間可以完全利用到，俾佢哋可以足夠大嘅空間去玩咯。開頭創業嘅時候都會擔心會唔會蝕咧？咁但係咧又咁講，即係覺得自己後生咧，真係唔係太多嘢輸嘅。我覺得如果今次衰咗，其實我都仲可以翻去打工。係啦，我都覺得可能我自己好勝啦，唔服輸啦，就覺得我自己一定得嘅。當時 Party Room 啱啱疫情完咗，絕對可以做咯。咁所以我就貿然咁開咗呢間 Party Room，好相信自己。如果我冇呢一個嘗試去做 Party Room 嘅話，咁可能我都係打緊份可能萬零2萬蚊嘅工，可能我都係賣緊衫，係啦。咁即使可能呢樣嘢失敗咗好，我都覺得係一個經驗。其實而家 Party Room 咧，老實講咧，個競爭都幾大嘅。咁但係我哋嘅希望可能做咗4年，一直擴充到6間，希望嘅做到一個有系統性嘅派對房間。呢個都係我目標。我希望嘅係可以長遠咁樣、健康咁樣可以提供到娛樂嘅地方，俾客人，俾佢哋可以週末放假放工，成班朋友、成班同事可以即係 relax， 即係放鬆咯。喺我心目中，我覺得 Party Room 係一個令人可以放鬆、可以 relax 嘅空間。我覺得喺 Party Room 對一啲普通我哋香港人打工仔嚟講，算係一個性價比比較高，又每個人都可以消費到嘅地方。